人最好嘅休息唔係躺平，亦都唔係匿埋喺屋企，而係要到大自然走一走。人同木一齊係休息嘅休，人同山一齊係神仙嘅仙。我哋成日講行運，只有行出去，運氣先至會好。因為水係自然界嘅血液，風係自然界嘅呼吸，山係自然界嘅筋骨，土係自然界嘅皮肉。自然界有金木水火土，人亦都有心肝脾肺腎。要記住，久坐相育，久臥相氣。當我哋走入大自然，先至會感覺到身心愉悅。水唔流就係死水，人唔喐就係廢人，錢唔周轉就係廢紙。人生需要律動，朋友靠走動，團隊靠活動，友情靠互動，資金靠流動，生命靠運動，成功靠行動。人必須要喐動，生活需要有激情。只要你有前進嘅方向，幾時開始都唔遲。有正能量嘅頭腦，自然會帶俾你正能量嘅人生。生活嘅真相就係，人教人教唔聽，事教人一次就醒。後生嗰陣總係覺得有大把時間同機會，人到中年先至明白，真正令人醒悟嘅，從來唔係人哋嘅道理，而係自己撞過嘅板，吃過嘅虧。以前當係耳邊風嘅勸告，而家先發覺字字珠璣。乜嘢係成年人最大嘅幸福？就係遇到一個明你錫你嘅人，喺你最需要嘅時候總係笑住順從你，喺你無助嘅時候俾安慰你，喺你困難嘅時候俾幫助同鼓勵你。佢愛你唔係用把口，而係用行動話你知唔使驚。無論發生乜嘢事，佢都會不離不棄，同你生死相依。